一陣間有 Jackson Wang 度同我傾偈嘅呢位嘅嘉賓呢，相信係好多人嘅偶像。我自己亦都好中意佢啦，好中意聽佢唱歌啦，好中意睇佢跳舞啦，好中意佢嘅表演，引以為榮嘅一位香港人去到外國成為男團，跟住再喺世界各地都非常之紅。佢就係 Jackson Wang 黃嘉怡。事不宜遲啦，我哋而家即刻請佢出嚟先。係啤梨理事會乜都關你事，我係黃嘉怡 Jackson。Jackson， 相隔咁多年呢，你其實前排就嚟咗香港做 show， 咁啊做咗姜濤演唱會嘅頭場嘉賓啦，咁啊之後都見你做咗好多唔同嘅 show 嘅嘉賓嘅，例如係 Tyson Yoshi 咁樣。咁啊講翻啊姜濤嗰一次啊，見到網上面有好多都幾好嘅反應同埋評價。你呢對香港嘅反應有啲咩感受啊？可唔可以分享一下當日你做呢個 show 嘅感受啊？我好榮幸可以去姜老師嘅第一個演唱，即係第一場嘅演唱會做呢個嘉賓，同埋又係6年冇返啦。我覺得好第一好榮幸啦，可以做到呢個嘉賓，同埋一直以來同阿姜老師都係網友啊，網友其實都識咗好耐啦，但係第一次真人唔見之後，希望有啲時間可以同佢私底下可以探討下啲事啦。咁同時都見到佢同佢嘅愛人姜糖嘅老師們，我覺得好開心嘅，同埋好耐都冇翻去食嘢啊，見下啲 friend 啊，劍擊隊啊，其實我覺得係溫馨嘅，係咯，希望2026年我可以只有 moving forward 我可以成日翻去咯。